今日聽人講，這上蒼有放生之德，不過放生唔通正做殺生哦。有民眾因為媽媽健康的問題，就買魚仔去到新北市的碧潭放生，把這放生的相片打在網絡頂頭，所予人檢舉。這新北市動保處通知當事人到案說明，主要是依照違反動保法，該罰3萬塊。這裡是碧潭後方的渡船頭，後面就是一片開放的水域。不過呢，有民眾呢帶着鯨魚來到這邊放生，說是為了媽媽的身體健康來祈福。不過這樣的舉動卻違反了動保法，遭到開罰3萬元。講有人來這裡放生，你敢有看到？問准主伊搖頭講無看過，不過迄個民眾甲放生的相片放去咧社群媒體，互其他的人通報動保處，講有人放生外來種的金魚。當事人的答文嘛顯示講，已經是第7擺來放生，魚是朱文錦。動保處隨通知當事人到案來說明，落尾認定伊的行為是違法的。雖然當事人表示是出自於孝心為母親祈福，但實際放生屬於傷害動物的行為，依照動保法，棄養動物將處3萬元罰款。朱文錦是李科屬吉巴魚，是金魚的一種，原產地在中國，生產力真強，定攏飼來做其他魚類的飼料。在水族館，伊是用稱幾斤幾兩安尼來賣。店員講，民眾若是要來放生的，大多數攏袂講。動保團體呼籲講，合法的放生是需要向地方政府申請，和通過審查。我們才能夠避免掉把物種放在錯誤的地方，我們完全不知道這些物種身上它會有什麼樣的細菌。那另外一個就是基因的這些污染，民眾不要再去迷信說放生其實可以所謂的延長益壽。動保處指出，這朱文錦是外來種19個金魚，若是無適應烏的環境，有可能會死亡；但若是顛倒病，若是環境適合，伊就有可能會大量生碳，去排斥到原生生物，破壞生態系統。同團呼籲講，要安尼家己放生，不如把錢捐予做保育，還是救援動植物的單位，更較會當做到保育。記者綜合報道。